律動咧，律係一種節奏，係脈搏同埋心跳。即係當你嘅身體有一種節奏感嘅時候，就叫律啦。動咧就係身體嘅動態。其實身體每一個部分咧都可以跟住音樂去舞動嘅。咁每一個舞動咧都可以將佢美化成為咧一種跳舞嘅元素啦。即係當我哋咧喐動我哋嘅身體，感受我哋嘅身體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同自己律動啦。但係如果當我哋兩個一齊做同一件事嘅時候咧，佢就有一種 mirroring 啦。咁而家你未喐啦，當你一齊喐嘅時候咧，有一種共舞嘅感覺，而共舞嘅感覺咧就有一種 echoing 啦，一種共振同埋共鳴嘅作用。當成間房一齊做呢件事嘅時候咧，你會感覺到佢好似有個 band 喺度打緊鼓啊，個喇叭喺度震緊啦，成間房就有一種能量啊，而嗰種能量就同生命嘅能量差唔多。而就係因為我哋平時成日都坐喺度咧，我哋唔係好感覺到呢種能量嘅改變，而呢種能量嘅抑揚頓挫、高低起伏，當佢變化嘅時候咧，就好似生命本身嗰種流動嘅感覺。咁佢會將你嘅情感同埋將你嘅情緒帶起，又一齊降落。咁當大家一齊經歷情緒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會有一種叫做 flow 嘅東西。而 high flow 即係高能量嘅流動，就會令人感受到存在嘅價值。每個人咧都要跳一次舞，先會明白咧舞蹈嘅意義。每個人咧都要企上台上面咧唱一首歌，先會明白咧唱歌嘅表達。每個人喺人生嘅過程裏邊咧，都有啲嘢咧，你從來都冇做過，你要試下做一次，你先可以去分析佢、去理解佢、去講述佢。因為佢係一個歷程，佢係一個經歷，佢並唔係一個人哋話俾你聽嘅東西。咁所以當我哋全心全意盡情望我哋做一件事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將你嘅身體安放好。咁如果身邊有個安全嘅空間，每個人都好支持你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盡情發揮。咁當你將你嘅身體安放好之後咧，你嘅情感就會流動，你嘅喜怒哀樂就可以慢慢滲透同埋散發喺空間裏邊。當每一個人都可以承載呢份情感同埋情緒嘅時候咧，佢就有一種治療嘅作用。一個簡單嘅呼吸，一個動人嘅微笑，一隻伸出嚟嘅手，一齊共舞嘅片段，一個支持，一句鼓勵，全部都係良藥。我哋唔可以克服呢個病帶嚟嘅影響，但係我哋可以擴大生之喜悅，令到我哋一齊共處嘅時候，一齊感受到活着的美好。我哋想啲同事咧有多啲機會同病友接觸咯，同佢哋一齊接觸同埋同行嘅時候咧，成為陪伴者。我哋少啲去扮演醫治者啊、服務者啊呢個咁樣嘅角色，我哋多啲陪佢哋啦。當我哋陪佢哋嘅時候，感受多啲佢哋嘅生命能量，喺佢哋嘅生命能量裏邊咧，吸收多啲嘅經驗同埋多啲嘅共振，令到我哋喺我哋嘅服務裏邊或者做我哋嘅工作嘅時候咧，多一分熱情，多一分熱愛，同埋多一分勇氣去面對唔同嘅處境。咁我哋想咧多啲同病患者嘅家人一齊，幫佢哋咧早啲療癒佢哋嘅悲傷，同埋咧陪伴佢哋過渡咧將會失去嘅呢個感覺。佢哋咧一路都喺度期盼緊失去嗰日會點，但係佢哋咧花太少時間去擁抱同埋慶祝喺埋一齊嘅時候，佢哋咧提供咗太多物質同埋條件嘅時嘅東西，但係佢哋咧成日都唔記得咧，原來咧行過拍一拍，見到攬一攬，想食嘅時候食一啖係幾咁重要。唔好放棄呢啲機會，多啲去親近。我哋想俾多啲嘅醫科生、多啲嘅實習學生、多啲嘅社工學生去見識，原來社會服務咧可以完全用心去做，唔使咁多規條，只係需要將自己嘅心擺入嚟咧，就可以一齊同行、一齊服務。我哋想俾多啲嘅義工同埋社會人士知道，原來有罕病呢個族群。咁我哋想佢哋多啲嚟陪我哋，建立一個大啲嘅社群、大啲嘅網絡，令到我哋嘅病患者咧有更多嘅朋友、更多嘅社會上面嘅認同，透過佢哋嘅故事去感動更多年青人、更多社區人士，可以珍惜生命，可以珍惜眼前人。咁所以咧，所有嘢都係一個工作啊，所有嘢都可以係一份使命。只要我哋好好地活好每一天，過好自己心裏邊嗰個理念，我覺得無處不是課堂，無處不是舞台。一生只一次，真摯
便可以。